有三種辛苦，係婆家嘅貴人，遇到就要珍惜啦。咁巴閉邊3種啊？一下毒欠人，性格溫和；二人中心長，子孫多，健康長壽福祿存啊。三美豬大，性格就奔人啦，識管理啲錢又識照顧其人。四雙眼在汪汪，個心就善良噶啦。紅手掌厚，手指長，勤力又識管錢。不過呢啲咪最重要噶。好辛苦有3個特徵，家婆遇到就要珍惜啊。邊3種啊？睇我有冇啦。俗語話娶妻當娶賢，好女人旺3代。有個好新抱真係好幸運嘅，能夠成為婆家最強嘅助力，亦都可以為屋企撐起半邊天，堪稱係整個家庭嘅好福氣。尤其有3種新抱啊，婆家係爭住搶住都想要嘅，亦都係屋企入邊嘅大貴人。咁睇下你屋企有冇啦？呢條視頻對你同你嘅屋企人有非常大嘅指導價值。你睇下右邊呢一排，唔理係乜嘢，隨手點一個就得。你亦都可以留低一句：家庭幸福安康。要知道語言嘅力量係好強大嘅。有個3觀正嘅新抱，日子就過得順風順水噶啦。夫妻之間喺埋一齊，唔單止淨係話搭伙過日子，彼此之間嘅性格素養、價值取向，更加會影響到對方。咁如果有一個3觀唔正、目光短淺嘅妻子，咁佢淨係識得攀比享樂，從來都唔關心丈夫，更加唔會為自己嘅子女做出正確嘅引導。而一個品行好、3觀正嘅妻子，唔單止會為自己嘅伴侶分擔生活嘅壓力，仲會喺關鍵時刻為對方指點迷津，引導佢做出正確嘅決策。咁譬如話歷史上4大美男子之一嘅諸葛亮，佢嘅妻子就叫做黃月英，佢係東漢末年閩南名士嘅女。咁歷史上話佢係長相好醜陋嘅，黃頭髮、黑皮膚，當時嘅人叫佢做黃牙醜。但係唔知點解醜嘅姑娘係零舍有才。咁相傳呢個黃月英佢精通兵法，文韜武略，才華同諸葛亮係有得揮嘅，仲係諸葛亮嘅賢內助，好幫手。咁諸葛亮娶佢為妻之後，佢就負責承擔教育子女嘅職責。佢仲成為咗蜀漢政權穩固嘅幕後推手。所以古人一直都認為娶妻求淑女，揾伴侶唔一定要揾個好靚嘅，而係揾個有謀略、有智慧嘅女人。咁對於婚姻嚟講，價值優於顏值，3觀重要過5觀。一個3觀正嘅妻子係丈夫路上最好嘅風向標，亦都係丈夫成功路上嘅最好助力。好辛苦，清水滾，我話喐呢日發我噶。一個家庭最怕嘅係乜嘢呢？最怕有一個歇斯底里嘅女人，細路哥成績下降，唔小心打爛嘢，丈夫冇及時聽電話等等嘅嘢，呢啲聽落好似係好細微嘅小事，但係都可能會成為家庭情緒風暴嘅導火線。早期有個新聞就係啦，話四川某一個家庭，丈夫因為早餐嗰隻雞蛋俾娘家嘅侄仔食咗而大發雷霆，持續指責妻子20分鐘，導致妻子當場情緒失控，直接翻台。咁有網友話都係因為丈夫嘅自私冷漠導致佢情緒崩潰，但係歸根到底都係因為夫妻雙方缺乏理解、包容、體諒，仲有溝通。所以夫妻之間當發生爭吵嘅時候，應該冷靜落嚟，大家可以講出自己嘅心聲，而唔係進行冇意義嘅指責同埋辱罵。所以話有一個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嘅女人，就好似一個火藥桶，炸得身邊嘅人體無完膚；而有一個情緒穩定嘅女人呢，就算面對生活嘅瑣碎事或者壓力都好，佢都可以將日子過得寫意輕鬆，令到家人感覺到安全同幸福。咁無論係面對公婆嘅暗沉、丈夫嘅固執、仔女嘅頑劣，佢都能夠以柔制剛，大事化小。娶到咁樣嘅女人，自然夫妻恩愛、幸福和睦啦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娶咗個心態好嘅新抱，咁佢有福啦。咁人生嘅路上總係會遇到大大小小嘅挫折或者係磨難嘅，脆弱沮喪都係在所難免。咁喺呢個時候，最需要嘅係有人喺身邊關心同埋體諒支持啦。咁當一個男人生意失敗、事業受挫，咁如果妻子仲喺度發晒牢騷，總係不斷咁喺度抱怨指責丈夫嘅無能，咁對方就會變得好自卑、好消沉啦。
咁如果妻子可以以樂觀嘅心態去面對，用溫柔嘅說話去送安慰同鼓勵，用積極嘅行動去陪伴對方，就算遇到再大嘅坎坷，都可以順利度過。男人最大嘅幸運唔係一生順風順水、無波無難，而係無論遇到幾大嘅風浪都好啦，身邊總有一個不離不棄、心態樂觀嘅好妻子。咁夫妻同心啦，日子先至會越過越順噶嘛，係咪？咁老話都有講啦，話娶妻娶賢福澤三代。有啲新抱真係嘅，自從踏入咗家門嗰一刻，就好似係成個家族請嚟嘅福星。佢哋嘅珍貴唔係話在於為呢個家庭創造咗幾多財富，而係佢哋能夠用正確嘅三觀去滋養家風，用穩定嘅情緒去化解矛盾，用積極嘅心態去點亮生活。咁婆家嘅珍惜同愛惜就係做新抱最大嘅祈願，亦都係對佢哋嘅慰藉同認可。到最後，願所有嘅儀式都能夠為婆家帶嚟興旺同幸福，願所有嘅儀式都能夠被婆家溫柔以待。咁你係咪嗰個旺家宅嘅新抱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見。講6個可以令到你越嚟越順嘅玄學提醒，好準，尤其係第2個、第5個。如果想一直都過得好順嘅，就千祈唔好講過頭話。正所謂財不可外露，福不可自誇。咁乜嘢叫做過頭話呢？譬如話我好幾年都冇生過病啦，我做買賣從來都係賺錢嘅，我開車從來都唔會出問題。類似呢啲就叫做過頭話，最好就唔好講啦。所以你見到古人聽到人哋讚自己嘅時候，都會講返句託你嘅福，承你貴言，因為滿遭損，添受益。有福報嘅人先至可以睇到呢度嘅，不妨為自己增添5個字：一順千百順。記住啊，唔好講過頭話，謙讓福留下。而你唔好太急躁，太急於求成，太急躁呢一個係大問題嘅。急躁生煩惱，煩惱生憤怒。人一旦憤怒，方寸就會大亂噶啦。咁呢個方寸掌握唔好，管人管事都會出問題。所以你睇返喺我哋身邊，我哋見到有一啲新嘅領導，一旦上任之後就要燒3把火，咁最後呢就會帶嚟一啲唔該發生嘅問題啦。記住，越係唔順嘅時候，越係要沉住氣，情緒係你嘅心魔，你控制唔到佢，佢就會吞噬你。3，記住一句說話，允許行錯路，允許睇錯人，因果從來都唔會遲到嘅。你喺因上面拼盡全力，果隨緣就好。有啲事做唔成，未必係你唔得，而係老天爺幫你喺度擋災。你記住一句說話，人算千遍，不如天算一回。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4，真正有財運嘅人發財都唔會太早嘅。發財過早就好似大樹冇扎根，睇起身枝繁葉茂，風一吹就冧啦。先窮唔算窮，先富唔算富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受得住繁華。得意時唔好忘形，失意時不可失志。喺繁華中自律，喺落魄中自愈。阿婆經常都同我講，話人有3衰6旺。確實3年一小運，10年一大運。任何順手拈嚟嘅從容，都係厚積薄發嘅沉澱。5，其實你越放鬆，結果就越好。你越係唔在乎，事情就會越係順利。所以當你唔再急於求成，開始降低期望，樂觀向上嘅時候，一切嘅美好便會水到渠成。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他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6，你嘅心要大一啲。當你為眼前雞毛蒜皮嘅小事諗唔開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諗下世界嘅格局、人類嘅未來，翻翻天體物理學，睇睇宇宙深處嘅引力波。一唔係你就諗下哲學，我哋生從何嚟，死亡何地？人活着到底係為咗啲乜嘢？當你諗下嗰啲好大命題嘅時候，你嘅心一下子就俾放大噶啦。你眼前嗰啲事根本就唔叫事，呢一個叫放大心靈，自然縮小煩惱，用更大嘅世界觀嚟稀釋你嘅痛苦。所以我相信一句說話，就係辦法總比問題多。只要係問題，你認真去諗，就一定有解決問題嘅方法，而且會有好多解決問題嘅辦法。
而且好多時候呢啲方法係唔使向外求嘅，只要我哋管理好自己嘅情緒，平心靜氣，令到自己嘅心一下子平靜落嚟，然後你自然就可以睇到方法嘅出路同解決嘅方案。管唔住自己情緒嘅人，佢生活係好糾結嘅，佢睇人哋唔順眼，睇自己就更加唔順眼，佢同自己嘅關係都處理得唔好。好多人中意發嬲啊、奄奄尖尖啊、愛較真，唔係因為佢同人哋嘅關係唔好，而係佢同自己嘅關係唔好，睇自己都唔順眼。一個人如果佢唔愛自己，佢係唔會愛上呢個世界。一個人連自己都睇唔上，佢更加唔會睇得上人哋。一個人連自己都接受唔到，佢亦都唔會接受呢一個生活。所以話人生嘅真諦就係處理好自己同自己嘅關係。願你我都發財，幸福生活永常在。揸住機會，唔好懈怠，財富之路大步邁開。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玄學提醒。女人手遇薑菜谷滿創傷，咁男人呢？男人手遇面，身邊係有閒錢，頸後有胎記，感情緊順利，尾龍骨有胎記，能文能武，咁啊高職嘅大官噶咯。咁屎忽有胎記呢？屎忽有胎記，衣食無憂啦。老一輩人認為，如果新生兒嘅 pat pat 有胎記，就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富貴命嚟嘅，處處受盡人歡迎，做事得心應手，衣食無憂咁話。腳踭有胎記，惡運就纏身噶啦。大髀有胎記，天質優厚噶啦。大髀內側有胎記，雖然係好有潛力，工作能力亦都係好出色，但係都係屬於奔波勞碌命。咁你又覺得準唔準呢？背脊正中有胎記，福遇東海有貴人助，子孫滿堂就享福噶啦。因勤變就懶，因懶就變就勤。夫妻五同菜，用嚟五同心啊。忌端壓身，生我頂就窮。人生冇完美噶，各有各個苦，你知啫。再窮比遇朝夕，再窮講冇出門，客天冇掛，家和萬事興。有個傳統嘅講法話，最好唔喺屋企，尤其係西牆掛家和萬事興嘅掛畫啦。話多數家庭掛咗嘅話，反而係唔和睦，分分鐘會令到夫妻感情唔和諧，其中一方有外遇咁話。你又覺得準唔準呢？先懂裝懂，一世之飯桶，凡事路一線，日後就好相見。貪便就冇送禮，送禮就冇送鞋。喂，來客就冇掃地，掃地就冇漏坑。夜晚就冇制衫，三更就冇吹口罩。外家個屋主內，親戚個飯有五飽。一斟酒斟茶嘅你，要鋪杯，呢係禮貌啊！玉器你要自己買，點使啊送？眼肉要紅眼圈噶。夫妻相處三世，一錢人唔知幾錢。三愛公個父母母，係得都交嗌。正月龍，月漏，三九四向紅兔頭。呢度講嘅係唔同嘅月份出生嘅動物各有特性。咁正月龍適應能力、生命力都係好強嘅，但係感情就比較坎坷啦，所以要學識妥協同包容。咁二月牛係好硬淨，但係亦都有可能因為太過固執啦，錯失機會。咁三月狗勤力又忠誠，但係亦都有可能太過謹慎啦，而錯失良機。咁四月兔溫和善良，但係亦都有可能因為太過依賴他人啦，而唔夠獨立自強。五月兔好精靈嘅，但係亦都有可能因為太過謹慎而錯失機會。今期嘅老人緣，你又覺得準唔準呢？到最後祝大家諸事大吉，往後嘅生活甜如蜜。眉開生雲，冇含有啲皺眉頭，所有嘅福氣亦都喺脾氣入邊。心靜就福開，脾氣越溫和，福氣就越深。命到33，夫妻保平安；命到40紅，夫妻得幸福。夢到射了條雞嘅身，財運就大開噶啦。小兒夜啼，貼符子經。出門之前袋住塊鏡笑一笑，有咗自信。做乜都出嚟噶啦，祖屋風水，福蔭子孫，印堂發亮，幸運當頭啊你！冰箱保險櫃就冇袋住個門口，冰箱冇袋住個灶頭，上有心生，景菜心轉。意思就係話人嘅相貌同氣質係由內心決定嘅，咁所處嘅環境亦都會隨住心境改變而改變。積善之家，
越有餘慶。意思即係話多做善事嘅屋企一定會有福澤嘅。三生萬物逢七就變嘅啦。世間萬物都會有佢嘅周期嘅，每逢到咗第七嘅年頭，總會發生一啲變化。咁你又覺得係咪呢？命有天定，運就有幾生。人嘅命運部分係由天決定嘅，但係人嘅運就可以通過自身嚟改變啦。冇貪你意外之財，冇飲過量嘅酒，仲有家財萬貫，不如一技在手，腰創有萬貫，難為父母個背叛。如果你經常拉嘢，個袋袋到個葫蘆，出口唔順利，喺門口奉求食仔，出門之前摸一下枕頭奉錢，財運就滾滾來。父母在，親戚嘅在，一個人就冇去寺廟，又冇去跨山，又冇去出會，冇錢冇親戚有錢，你有錢都唔俾你使嘅，又冇睇咩戲，一啲窮親戚又有問你攞錢使，做一個善良嘅人，先至係你最好個父親父。所以平時要樂善好施，識得感恩，多行善積德，福氣自然會來。到最後祝大家吉祥如意，越嚟越好。點讚確認3個月之內見分曉。女子面上有酒窩，前世今生來破疏。即係點解啦吓？好重感情嘅咧，好會哭個。女人有孽心，正近男人根。男人手勢就抵萬金，女人指上就能揸金。馬低頭就為藥草，人低頭就為飲藥。人人只有個好皮囊，未必個個都好心腸。莫住他人穿破衣，10年河東轉河西啊！遍地真係黃金，缺少係人心。性格越急，智商就越低；性格越穩，智慧就越深。萬事留一線，日後就好相見。萬事理在先，在地冇壞事噶。眉毛耷落來就老實人，落雨生活就愛助人。人前總係爭長短，人後必然講是非。溫飽就靠勤，富足就靠膽。有山就必有路，有水就必有道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酒肉朋友莫度真。見人就少講話，見字就少參和。自己向老嘅錢就冇借俾啊，冇同親戚做鄰居，冇同朋友做同事。同學聚會就少參加，越少參加就越和少。天高不能壓太陽，義大就不能壓車輛。一事無成嘅人，有代表萬事都有可能。起勢讚你嘅人，一般都係有目的嘅。笑破咁笑苦，穿就咁算醜，冇羨慕有嘅生活。其實個個學仔有灰噶，60點舉債，70點留宿。意思就係話60歲之後就唔好再問人借錢啦，因為60歲之後未必有還錢嘅能力。古人認為60歲之後更加應該要淡然處之，避免不必要嘅麻煩。而到咗70歲之後就唔好喺外邊留宿啦。因為喺古代70歲已經算係高齡，係古來稀嘅年紀。如果再喺外邊過夜嘅話，可能就會唔適應咁話。咁當你冇方向嘅時候，不妨聽下老人言，願你心中常懷希望，永遠唔好俾困境打敗。改信有志就嗰度直六字，有口福財運就好。咁條腰有志呢？腰有志就嗰度福字。有財有福萬年好，手針有志就掌大權，有財富啊！腳底有志就印上印，有財富噶啦；耳仔有志就聰明人，生活冇憂噶啦；床頭就冇待正嘅廁所，本命年就冇結婚冇過生日啦。女人穿字掌，幾字做新娘。古人認為，如果女子係穿字掌嘅話，咁性格就好倔強、好獨立、好自強。可能就會導致婚姻唔穩定咁話。呢一個你又覺得準唔準呢？屏幕前有冇係邊個穿字掌嘅呢？臘月就冇搬屋，正月就冇剪髮，娶妻唔娶打牌女，嫁人唔嫁釣魚男，知恩圖報天下少，反面無情世間多。男人下巴肥又厚，一個着個點憂。頭輕腳重就辛苦命，身短腳長就辛書命。農民就怕糧食賤，打工就怕拖工錢。譬如鷹嘴，刮人油水，兩耳貼住咁做就有得人。
新年紅繩戴喺手，而且保平安個。哦，我都要買條先。色點開貪，傷心有敗運。原配夫妻就腳跟腳，半路夫妻就各顧各噶啦。生病時有家妻管，咁見野雞站床前。旺夫嘅女人有9個特徵：邊9個啊？睇我有冇啦。1眉頭有口肉；2牙齒整齊，半牙邊大；3面珠墩有肉，額頭寬；4腰短，孔腳細有肉；6眉毛順又細；7把聲有尾，把聲甜潤；8下耷圓；9耳大有肉。咁講嚟講去，咪就係肥嘅好。入行就生1月，粗心老虎生2月。咁3月出世又點呢？父母有錢就3月生，粗心負責就生4月，衰錢生在孔月時，福祿之命生7月，大吉大利就喺8月，前程處感就喺9月，財旺家旺就生10月，忙忙碌碌就11月，富貴榮華就12月啦。搖頭新擺就冇好命，縮頭手冇就一生窮。搖頭擺身呢句說話出自麻衣神相。咁古人認為，如果一個人行路嘅時候搖頭晃腦唔夠穩重嘅話，可能就會導致佢命唔好啦。咁縮頭手冇只係縮起個頭，好唔自信，好膽小怕事，講嘢冇手冇腳，好冇定力嘅樣。咁呢一個老人言，你又認為準唔準呢？評論區講下你今期學到邊句？祝大家萬事大吉。喂，筷子揸得上，揸得遠。人哋原本係筷子揸得越高，夾得越遠啊！夜媽媽就冇剪指甲啦。咁啊，因為古代烏燈黑火，剪指甲嘅話睇唔清楚，驚剪到肉，剪親自己先咁講啫。不過人瞓覺就冇放兩個枕頭。咁啊，因為古代嘅枕頭好長，張床又細，放唔落先至咁講嘅啫。喂，床頭又冇放紙巾。咁啊，因為古代根本冇紙巾先係咁講嘅啫。喂，個廳又冇放膠啊架租啦。咁啊，因為古代根本就冇黐膠花，得乾花先係咁講啫。喂，講幾次就話夜晚冇掃地咯。咁啊，因為喺古代根本就冇燈，掃地掃唔乾淨先係咁講啫。好難教啊。阿婆，我幫手洗埋啲碗先。你有幾日飯又冇幫手洗碗？洗乾洗淨。咁係因為人哋叫你去屋企食飯，又唔係叫你去佢屋企洗碗，先係咁講啫。喂，女人坐月就冇洗頭。咁係因為古代冇風筒先至咁講啫。喂，敲門敲3下好咯，冇敲4下。咁係因為敲多一下又驚手痛，敲少2下又怕人哋聽唔到，先至咁講啫嘛。喂，喺屋企就唔使擔遮咯。咁係因為喺屋企根本就唔使擔遮，多此一舉。況且撐開把遮好壓地方噶嘛。喂，夜晚就冇洗頭。咁係因為古代又冇熱水器，又冇吹風筒，先至咁講啫。唔聽老人言，吃虧就在眼前啦。計我話唔聽老人言，幸福好幾年啦。屋企有事就冇打。咁啊，因為如果你想打佢嘅話，佢會同你搏命噶，趕佢出去，佢就會咬你。半夜聽到貓叫，就冇理冇搵。因為你理佢都冇用，佢都唔聽你支笛嘅。着紅衫你就冇着白鞋。因為古人覺得紅配白都唔好睇啫。親戚有病借錢就可以少啲借，但係唔好話咁借。咁又係，借唔借要睇自己個袋噶嘛。狗病就孝子利，家興就出惡狗。家興出惡犬係因為隻狗仗人勢，咁主人家都咁樣咯，隻狗咪跟住又咁樣咯。有孫仔就冇帶外孫啦。會唔會講呢句說話嗰個人，佢根本就未有自己嘅孫呢？好惡教啊！要想入獄就先餵豬，要想當官就先讀書，要想日子過得好，埋頭苦幹，冇認輸啫嘛。天冇一日去，人就冇一世窮噶。自古風水輪流轉，順利去睇下，富咗就冇雜根，窮人啊早晚翻身。要想人前得富貴，你就要人後先遭罪。公正明就冇自滿，山外青山，天外天，耳仔就兩邊分，聽嘢就聽一邊，個嘴就喺中間，講嘢就講兩邊。冇人關心你飛得咁高，但係有人想知你踏得有幾慘，再搵就要諗清楚啦。屋難容四成人。
爸，我唔知揀第一個好定係第二個好啊。咁你揀第二個冇錯啦，冇通知你嘅事就唔知，因為冇請你入飯就冇問題，因為冇要你幫手你就冇幫啦。賺到嘅錢個貨協就冇話一知。話一啲都冇話唔得，父母能嘅仔受罪，仔冇錯就父低頭。係啊，要麼你喺度吃苦，要麼你嘅仔女喺度吃苦，要麼你嘅父母喺度為你吃苦。三代人總有一代要努力㗎，反正老豆唔吃苦，個仔就要受罪；個仔唔努力，個孫就要搏命。咁呢個苦你到底吃唔吃啊？老人言背後包含大智慧。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到最後祝你步步高升，發財路上一帆風順。家婆俾新抱再大個幫助，唔係俾錢買屋買車，又唔係帶細蚊仔，係嗰三件事啊！吓，邊三件事啊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咁其中一本就叫做婆媳經。處理得好就係屋企最大嘅福氣，處理得唔好就會成為屋企無形嘅枷鎖。好多人以為家婆對新抱最大嘅幫助就係俾錢買車買樓，或者係幫手帶細蚊仔。其實咁樣係對家庭支持嘅誤解。咁物質同勞力固然之係重要啦，但係真正嘅好家婆對新抱最大嘅幫助唔係呢啲，而係懂得給予呢三樣嘢。睇下你有冇啦。嗱，呢條視頻對你同你個屋企有非常大嘅指導價值。你睇下右邊呢一排，唔理係乜嘢，隨便點一個就得，順便留低一句：家庭幸福安康。有時候好話係入心嘅。咁到底邊三件事呢？首先就冇刁難嘅新抱，要錫嘅新抱。點樣為之刁難新抱呢？譬如話有啲家婆下意識就會覺得新抱係一個入侵者，嚟到屋企就係為咗爭奪自己嘅仔嘅愛啊，嚟爭奪屋企嘅主權同埋財產。咁於是就會對自己嘅新抱處處刁難，處處挑剔，滿心嘅排斥，甚至仲會刻意製造矛盾，棒打鴛鴦，去教唆個仔同自己嘅新抱分開。仲有啲家婆一邊要求個新抱知慳識儉，另一邊又嫌佢唔夠大方體面；一邊希望佢以家庭為重，另一邊又嫌棄佢是冇乜上進啊，唔去搵份工做啊，或者係搵唔到錢。有一個中意刁難嘅家婆係乜嘢感受呢？每日返到屋企就好似戰場一樣，一言一行都俾審視，感覺自己做乜都係錯，屋企壓抑嘅氛圍令人想逃離。但係其實識過日子嘅家婆，佢就會明白到新抱喺家庭入邊嘅份量，佢哋唔會話故意刁難新抱，只會話掏心掏肺咁對新抱好，因為佢哋清楚明白到，只要個新抱順心咗，個仔喺出邊做嘢先至冇後顧之憂，咁孫輩先至可以喺一個溫暖和睦嘅家庭入邊健康成長，一家人扭成一股繩啊，先至可以團結咁向前衝。所以過來人都話，善待新抱其實就係善待個仔，更加係善待自己。婆媳之間係冇幾大嘅矛盾嘅，無非就係要多一份體諒，少一份算計。畢竟一家人個心齊咗，再大嘅坎坷都可以邁過去，呢個先至係家庭幸福該有嘅樣啊嘛！你話係咪呢？而又冇偏心，要拎得清，冇話偏心自己嘅仔女，當新抱係灰低人。有位心理學家武志紅喺《家為何會傷人》入邊有講到，話婆媳關係核心應該係丈夫，唔應該係家婆同埋新抱。但係好多家婆就係意識唔到呢一點，總係忍唔住去介入個仔嘅婚姻。譬如話個仔同新抱之間發生矛盾啦，咁家婆就會不分青紅皂白咁企喺個仔嗰邊，指責個新抱唔生性啊，唔懂事。呢種偏袒睇起身係好愛錫自己嘅仔，實質係害咗佢，只會令到夫妻之間嘅矛盾升級。一段婚姻持續和睦嘅關鍵係要有一個唔偏袒、拎得清嘅好家婆。有智慧嘅家婆係會懂得分寸嘅，唔會因為個仔係親生嘅就對自己嘅新抱厚此薄彼，將偏心寫喺面上。一個唔偏袒嘅家婆係會將一碗水端平，唔會因為私心傷害同個新抱之間嘅感情。喺一個家庭入邊，家婆明事理，丈夫多半都係通情達理；家婆善解人意，丈夫大概率都唔會苛刻自己嘅妻子。喺咁樣嘅家庭入邊，夫妻先至可以自由經營彼此嘅親密關係，減少外界嘅干涉帶嚟嘅矛盾，咁婚姻先至可以更加穩固、更加長久㗎嘛？你話啱唔啱呢？
三冇干節唔對，要識得裁斷。做家婆個識得保持距離，做新抱個要識得禮貌。生活中大部分嘅婆媳關係就在於冇邊界感。現實中好多家婆都係習慣性咁為大家庭去付出，但係亦都習慣性咁掌控一切。就算個仔結咗婚都好啦，佢都事事要過問，樣樣都要關心，要插手。細到屋企嘅物品擺放、洗衫煮飯，大到經濟開支、育兒方式，佢都要發表意見，甚至係強行插手，有冇啊？尤其喺育兒方面，隔代教育觀念嘅差異係好大㗎嘛，好容易會產生分歧。如果過度介入嘅話，只會令到新抱覺得自己嘅領域被侵犯，覺得自己好似外人咁，所以就會引發矛盾啦。而聰明嘅家婆，佢就會尊重新抱嘅教育方式，就算係有唔認同嘅地方都好啦，都會私底下去解決、去溝通，而唔係當面去指責或者係去干涉。咁又好難怪嘅，喺過去嘅大家庭入邊，長輩說一不二，乜嘢事都會管，咁大家都覺得係理所當然。不過依家時代唔同咗啦，小家庭都係想自己做主，過自己自在嘅生活。有啲長輩，有啲家婆就係轉唔過呢個彎，仲用一啲老規矩套喺依家嘅新日子，咁矛盾就自然會爆發啦，係咪？所以話其實婆媳之間係冇咩深仇大恨，只係在於喺柴米油鹽之間需要多份體諒，先至可以將呢個日子過落去。婆媳之間亦都冇必要拗到面紅耳赤，和諧相處嘅關鍵就在於互相去尊重，攞好呢一個分寸。所以我亦都認為婆媳相處最好嘅狀態，莫過於既能夠熱熱鬧鬧，又能夠各自有各自嘅空間。要知道生活係自己過嘅，少啲斤斤計較，多花啲將心比心，先至可以將普通嘅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噶嘛。到最後，願你嘅家庭充滿愛同溫暖，日子越過越紅火，幸福安康永相伴。下期再見。